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river Sir。喺英國代課呢幾年，我去過幾十間唔同嘅小學。如果你問我英國嘅小學生數學能力係咪真係咁差呢？我會話部分學生嘅能力的確比同年嘅香港小朋友為弱，但係其實問題又未必出現喺學生嘅身上。喺呢幾年裏邊，我慢慢觀察到個中嘅原因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我觀察到幾個現象。如果你有小朋友喺英國讀書，就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最後我會分享兩個非常實用嘅方法，幫助香港嘅小朋友建立更穩固嘅數學基礎。不過講原因之前，我都想同大家先分享下英國小學數學堂嘅流程。有部分小學朝頭早返嚟會有一個 morning work 嘅環節，學生會做一啲簡單嘅數學題，例如乘法啦、加減法或者係溫習之前學過嘅內容。去到正式上數學堂，時間大概係1個鐘。老師通常會用頭5至10分鐘同學生溫習上一堂嘅內容。學生需要喺白板上邊呢即場作答一啲嘅題目，然後全班一齊對答案。跟住老師就會利用 PowerPoint 講解當日嘅新課題。最後大約用20甚至半個鐘嘅時間，就係俾學生自己完成工作紙或者練習。而老師就會喺班房裏邊巡視，協助一啲有需要嘅學生。整體嚟講，大部分英國小學嘅數學流程就係咁樣啦。分享完數學堂嘅流程之後，我哋就翻返去睇，究竟咩原因令到英國嘅小學生學習數學係咁困難呢？首先，我想講下教材。香港大部分學校都會使用出版社嘅教材，所以即使學校唔同，其實教學內容難度都係好接近。但係英國小學多數都會用一啲校本嘅教材，即係會由老師親自去設計 PowerPoint、工作紙等等。當然亦都有啲學校係會買出版社嘅教材嘅。但無論係出版社嘅定還是係校本老師自己設計，我認為佢哋嘅教材啊、工作紙等等都有好大嘅進步空間。我見嘅大部分教學 PowerPoint 設計上都非常單調，既冇有趣嘅插圖，亦都冇教學嘅短片，大部分都係純文字嘅講解。唔好話小朋友，就連作為大人嘅我見到都冇乜興趣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其實小朋友一見到嗰個 PowerPoint，學習動機當然係大打折扣啦。講完佢哋嘅教學 PowerPoint，當然要講下佢哋嘅工作紙啦。除咗少部分學校係會買出版社一本嘅數學教材之外，我見到大部分嘅小學都係用剪貼嘅數學工作紙。你冇聽錯，係剪貼，唔係一張 A4 紙裏邊有唔同嘅題目。佢哋會將一張 A4 紙 cut 做好多唔同嘅部分，可能係3至4張，好似咪姆紙 size 咁嘅工作紙。佢哋一嚟唔係做數，就係至少花5至10分鐘，就喺度剪貼呢啲工作紙。仲要未計佢呢啲咪姆 size 嘅工作紙，佢啲字體其實好細，對於一啲低年班嘅小朋友，其實根本連閱讀都要花時間。另外，佢哋嘅工作紙唔要求佢哋呈現步驟，只需要佢哋寫出答案，令到有時老師想了解下究竟佢邊一度唔識都好困難。咁所以總結，我明白剪貼工作紙呢個活動可以增加趣味性，同埋可以訓練小朋友嘅手眼協調。咁但係如果喺數學角度嚟講，你不如用啲時間去真正做多幾題數好過啦。第二個原因，我認為係老師嘅教學背景。香港雖然都係班主任制，但好多老師都會有自己比較熟悉嘅科目。而喺英國小學，一般都係由同一位老師教晒大部分嘅科目，英文、數學、科學、地理、歷史，甚至藝術、體育都可能由同一個老師負責，所以好難要求每個老師都特別擅長數學。有時老師都係跟住個教材嘅 PowerPoint 去講，如果教材本身設計得唔好唔清楚，學生理解上嚟就當然特別困難啦。至於第三個原因，亦都令我最震驚嘅就係，其實佢哋嘅計算方法係非常之唔統一嘅。
香港無論用邊間出版社，其實計算方法大致都差不多。例如兩位數乘兩位數，大家都會係用直式，但係喺英國，我見過同一個課題，唔同嘅學校都有唔同嘅教法，甚至連同一間學校同一個年班，兩個唔同嘅班別都有可能用緊唔同嘅方法去教，所以有機會出現係你今年跟 A 老師學緊係 A 嘅方法，下年同一個課題跟 B 老師學呢，可能緊 B 嘅方法喎。另外，有時佢哋啲教學嘅方法真係令我好難理解。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堂就係講緊小數乘以10、100或者1000嘅課堂。如果喺香港，所有嘅課本都會教乘10就係小數點向右移一格，乘100就係小數點向右移2格，簡單直接。但我見過喺英國嘅學校，佢唔係咁教，佢要教學生呢，要固定個小數點位置，然後將成組嘅數字逐格去移動。原本1步2步可以完成嘅計算變得好複雜，好多學生都根本唔明背後嘅概念。最後嘅原因亦都係最關鍵嘅，就係我認為佢哋練習量係不足。香港學生由細到大都習慣做大量嘅數學練習，但喺英國好多時候一個課題完咗之後，學生只係可能做10幾題，有時甚至更少，而且大部分嘅學校都唔會有數學功課。我明白英國嘅教育比較重視理解嘅概念，唔係死記硬背。但係其實數學有一個特點，好多嘅技巧其實需要透過重複嘅練習先會熟練。你學習一個方法，同你能夠熟習運用又係兩回事。如果練習量不足，學生好容易學完之後又唔記得咗。咁作為香港家長，可以點幫小朋友呢？我最推薦有2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就係用廣東話嘅九因歌去背熟乘數表。喺英國，其實佢哋都好重視小朋友去背乘數表。喺呢一科，學生甚至需要參加全國性嘅乘數測驗。但係我見過唔少嘅高小學生仍然未能夠好流暢咁背熟佢嘅乘數表。香港小朋友有個優勢就係我哋識用廣東話背我哋細個時候嘅九因歌，即係1如1、3歸9、3、4、12咁樣。透過廣東話嘅節奏去記憶，其實效率係非常之高。我以前喺香港教書嘅時候，即使學生嘅能力比較弱嘅同學大部分都能夠成功掌握，而且乘數表一旦背熟，喺之後學分數、比例、百分數、面積、體積都會輕鬆好多。第二個方法，我強烈建議家長適量咁樣使用香港出版社出嘅英文版數學練習。香港其實有幾間出版社都有出英文版嘅數學補充練習，內容由小1到小6都有。我唔係叫大家每日都操2-3個鐘，但如果每星期抽1-2個鐘，同小朋友完成少量嘅練習，其實可以有效咁樣建立佢穩固嘅數學基礎。香港教材有個好處就係課程結構比較完整，亦都有大量由淺入深、循序漸進嘅練習，可以俾小朋友一步一步咁樣鞏固基礎。如果將小朋友喺英國課堂學到嘅知識，再配合香港教材嘅練習，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理想嘅組合。最後，我都想邀請家長留意下小朋友寫嘅數目字，特別留意4同埋9、0同埋6呢2組嘅數字。我觀察到佢哋係經常混淆，佢哋啲字寫得唔清楚，就連佢哋自己寫完，佢哋自己都未必認得出係咩字。我想強調係，我並唔係話英國所有小學嘅數學教育都係差，即係我呢幾年觀察到有呢幾項情況嘅出現，導致小朋友學習數學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唔少嘅困難。作為家長，只要作出適當嘅幫助，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吸收晒2套教育體系嘅好處。如果你嘅小朋友都喺英國讀書，歡迎你留言分享你小朋友嘅經歷。我係 Driver Sir， 如果想了解更多英國小學嘅真實情況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見。